35蚊喺香港可以食到啲乜嘢？去茶餐廳求其嗌個下午茶佔多件多士都可能要差唔多40蚊。如果同你講家陣用35蚊，居然可以喺街頭食到一碗熱辣辣，仲要係極之講究功夫嘅金湯花膠雞，你第一反應會係點樣？係咪覺得我喺度吹水？定係覺得肯定係啲合成肉假花膠？最近全香港嘅吃貨圈子，甚至係班返夜班、收工收得夜嘅打工仔之間，都喺度瘋傳緊一件事，就係大埔嗰邊突然之間殺入咗一部號稱係全港首創嘅24小時無人智能熱食機械人。聽講呢部嘢最勁嘅賣點，就係主打90秒即時出餐，而入面最受歡迎、網上討論度最高嘅，就係呢個只係賣35蚊嘅金湯花膠雞撈飯。35蚊食到金湯花膠雞？大埔熱食機殺入香港，實物竟然係咁。今日我就特登踩入大埔，同大家一齊實地拆解呢部神秘嘅熱食機，睇下買出嚟嘅實物到底係驚喜定係驚嚇，同埋呢種無人餐飲到底可唔可以成為香港人未來嘅飯堂？講到香港嘅宵夜文化或者係深夜揾食，真係一年慘過一年。自從前幾年疫情之後，好多餐廳都提早收鋪，以前行兩步就有一間嘅茶餐廳，家陣好多10點零11點就開始執台，去到凌晨1、2點，除咗嗰幾間連鎖便利店嘅微波爐飯、燒賣，一係就去食連鎖快餐店嘅漢堡包，一係就只能夠食杯麵，想搵一碗熱乎乎、有住家飯風味或者比較精緻嘅中菜，簡直係難過登天。所以呢部打住24小時旗號，仲要賣中式精緻菜式嘅熱食機一出現，即刻吸引咗好多人嘅眼球。呢部熱食機嘅具體位置就係喺大埔頭嗰邊嘅幸匯商場。大家如果熟大埔嘅話，都知嗰度附近有好多住宅，亦都有唔少夜歸仔。當我千里迢迢嚟到呢個商場嘅時候，遠遠就望到呢部好似好高科技嘅巨型機器。佢個外觀有少少似我哋平時見慣見熟嘅嘢飲售賣機，但係體積大好多，成部太空艙咁樣。上面有一個好大嘅輕觸式屏幕，不斷滾動播緊啲菜式嘅相。除咗35蚊嘅金湯花膠雞撈飯之外，原來佢仲有好多其他選擇，例如33蚊嘅酸菜魚撈飯，同樣係33蚊嘅雙拼燒賣粉絲湯套餐。仲有火腿老鴨湯米線，36蚊嘅冬陰功米線，22蚊6毫嘅雞湯小雲吞，同埋36蚊嘅紅燒牛肉麵等等。成個菜單加埋成有差唔多30款菜式，最平嗰款只係22蚊6毫，而最貴嘅都只係36蚊。喺今時今日咁高物價嘅香港，呢個價錢單看數字確實係平到令人有少少心驚膽戰。好啦，事不宜遲，我就即刻行埋去個屏幕度，親自實測一下呢部嘢點樣運作。個操作界面其實設計得幾符合香港人嘅習慣，全部都係繁體字，而且分類好清晰。我點選咗今日嘅主角金湯花膠雞撈飯，畫面上即刻顯示出35蚊港幣。付款方式都好貼地，支援香港最普及嘅八達通、轉數快、支付寶同微信支付，基本上同平時搭車買嘢一樣，拎張八達通出嚟都一聲就搞掂，完全唔使帶現金，亦都唔需要下載啲乜嘢複雜嘅應用程式。當我一找完數，個屏幕就開始進入咗倒數階段。佢上面寫住預計出餐時間係90秒，即係1分30秒。呢個時候我就貼住部機器個玻璃，想睇下入面到底係點樣運作。原來部機入面係一個全自動化嘅智能微波或者係智能加熱系統，佢並非好似平時便利店咁，由店員幫你撕開個角，然後放入微波爐等2分鐘。呢部機入面有機械臂，會自動將保鮮冷藏嘅餐盒傳送到內部嘅高速加熱區域，用極高嘅效率進行均勻加熱。喺等待嘅呢90秒入面，我身邊都開始有其他街坊行過，大家都有好奇嘅目光望住呢部機。有位住附近，望落去大約40幾歲嘅陳先生同我講，佢話自己平時返通宵班，凌晨2、3點收工返到大埔，基本上乜嘢鋪頭都閂晒門。以前日日都係食便利店撈麵，食到個人都面青青。自從商場開咗呢部機之後，佢都幫襯過幾次，覺得起碼可以食到啖熱飯，飲到啖熱湯。對佢呢啲夜班打工仔嚟講，簡直係救星。
話咁快，90秒倒數完畢，機器下方個出餐口傳出叮一聲，然後個自動安全門緩慢打開。我向入面一望，一盒用黑色膠盒盛載，外面包覆住密封塑膠膜嘅熱食就已經送咗出嚟。個盒拿上手真係熱到發燙，部機仲好貼心咁，喺出餐口旁邊設有一個免費提供餐具同紙巾嘅小抽屜，你可以自己攞筷子同匙羹。我拎住呢盒熱騰騰嘅金湯花膠雞撈飯，行到商場嘅休息長凳度，準備正式進行開箱。到底呢個35蚊嘅外賣實物，會唔會同屏幕上嗰張汁濃肉厚、閃閃發光嘅宣傳相差好遠？我諗呢個係全場所有人，包括網上咁多位觀眾最關心嘅問題。當我慢慢撕開嗰層密封膠膜嘅那一刻，一陣濃郁嘅雞湯香氣即刻撲鼻而來。呢個香氣聞落去幾自然，有種用雞骨熬煮咗好耐嘅鮮甜味，而唔係好假嘅化學雞精粉味。我定睛一睇，個賣相老實講，真係令我全場定晒格，因為佢好過我預期太多啦。成個餐盒係分開兩格嘅，一邊係白飯，另一邊就係淋滿金黃色醬汁嘅花膠雞。個白飯望落去粒粒分明，唔會話煮到一劈嘢，或者好似微波爐飯咁乾硬。而重點嘅金湯花膠雞嗰一格，個汁底真係展現出好似金黃色琥珀咁嘅光澤，濃稠度適中，睇得出係有用心去調配過個比例。我用匙羹撈一撈個湯汁，首先去掃一掃入面嘅配料。35蚊嘅價錢，我原本以為頂多得2、3塊碎雞肉，同埋一啲切到好碎，好似粉絲咁細條嘅假花膠。但係實物撈上嚟嘅時候，我真係有少少驚訝。入面居然有成4至5塊相當厚實嘅雞肉，而且呢啲雞肉仲要係去咗大骨嘅雞髀肉或者係嫩雞肉，望落去吸飽咗金黃色嘅湯汁。再揾一揾啲花膠，真係揾到有大約4至5件切成條狀，帶有一定厚度嘅花膠。雖然呢啲花膠肯定唔會係啲幾千蚊一斤嘅頂級名貴花膠，但目測絕對係貨真價實嘅魚肚小花膠，浸發得好有彈性，表面黏黏地，帶有膠原蛋白嘅那種特質。我首先試一啖個金湯先，呢個金湯撈飯嘅靈魂就係個湯汁。一入口，個味道非常之濃郁，雞味好突出，甜甜地，帶有少少南瓜或者係胡蘿蔔用嚟調色調味嘅清甜，所以個色澤先會咁金黃。而且個口感好幼滑，吞落去之後，嘴唇真係會有一種微微黏住嘅感覺。呢個正正就是花膠同雞皮融化出嚟嘅膠原蛋白象徵。老實講，呢個湯頭嘅水準，如果放喺一般市面上100幾十蚊一鍋嘅花膠雞火鍋店度，可能算係中規中矩。但如果考慮到呢度係部無人機械人，仲要只係收你35蚊，呢個湯底嘅表現直情可以用驚艷嚟形容。跟住我再試一試舊雞肉。平時食微波爐加熱嘅雞肉，最怕就係變到好似食鞋底咁乾咁韌，或者帶有一陣好重嘅雪味。但呢部熱食機出嚟嘅雞肉，咬落去居然仲保持到一定嘅嫩滑度，肉質唔會霉，亦都冇乜雪藏味，因為個金湯本身個味道夠濃，已經完美咁將雞肉本身嘅鮮味帶咗出嚟，而且雞肉索滿咗湯汁，咬落去仲有少少肉汁滲出嚟，配埋白飯一齊食，真係非常之落飯。至於嗰啲花膠，食落去好有嚼勁，軟糯得嚟帶點爽脆，唔會話煮到爛晒溶晒，亦都無腥味。將個金湯、花膠、雞肉大啖大啖咁同啲白飯交融一齊撈埋嚟食，熱辣辣，真係好治愈。不知不覺，我喺商場張長凳度3127，唔使5分鐘就將成盒飯一粒不剩咁食晒，連啲金黃色嘅湯汁都全部撈埋飯一滴不剩。食完之後，我坐喺度認真思考咗一個問題：點解呢部無人熱食機械人可以將成本壓到咁低，但同時又可以維持到咁有質素嘅水準？其實呢背後反映緊香港甚至係全球餐飲業一個好大嘅趨勢轉變。大家都知喺香港做餐飲，最大的兩座大山就係人工同埋租金。一間普通嘅茶餐廳要請個廚師，請個洗碗，請幾個樓面，加埋每個月幾萬甚至10幾萬嘅鋪租，呢啲全部都係固定成本。正因為咁，好多餐廳就算想評比街坊，都根本冇空間去減價，
唯有將個售價調高，或者在食材度縮水。而呢部無人熱食機，佢佔用嘅商場面積可能只有大約2平方米左右，每個月嘅租金相比起一間實體店，簡直係微不足道。再加上佢完全無需要現場嘅人手，唔使請伙計，唔使請大廚，只需要有中央廚房統一將食材烹調好、包裝好，然後用冷凍物流定時定候派人去補貨沖直落部機度就搞掂。呢種模式完美咁將人工同租金嘅成本壓到最低，所以佢先可以將省落嚟嘅資源投放返落去食材度，用35蚊咁震撼嘅價錢提供到有花膠、有嫩雞、有濃湯嘅高質中菜。當然，坊間對呢種熱食機械人亦都有不同嘅聲音。有啲人會覺得呢啲始終係預製菜，即係喺中央廚房一早做完、冷藏好，再由機器加熱嘅食物，少咗一種茶餐廳大廚鑊氣嘅靈魂。呢個講法確實無錯。如果你想要追求嗰種即叫即炒、乾炒牛河帶有嘅煙燻鑊氣，或者係新鮮出爐嘅菠蘿油，呢部機器確實係冇辦法滿足到你。但係我哋要睇返佢嘅精確定位，佢嘅出現從來都唔係為咗取代高檔餐廳或者有鑊氣嘅大排檔，佢要解決嘅係香港人最核心嘅痛點，就係當你喺深夜11、2點，甚至凌晨3、4點，或者係大放工時間，肚餓但又唔想食杯麵，唔想食便利店嗰啲乾爭爭嘅微波爐叮叮飯嘅時候，你可以用一個極之基層、極之大眾化嘅價錢，喺短短90秒之內食到一盒好似阿媽煲嘅湯，有熱飯有肉汁嘅中式住家飯。我喺現場同另外幾位幫襯緊嘅後生仔傾過，其中有一位大約23、4歲嘅張同學，佢喺附近大埔墟嗰邊返完補習，佢話自己一個禮拜起碼會幫襯呢部機2至3次。佢話35蚊，依家去麥當勞買個餐都未必得啦，而且嗰啲係煎炸嘢，食得多會熱氣。呢度有酸菜魚有花膠雞，雖然明知係預製加熱，但係一來方便，二來真係平，而且味道真係好過便利店好多。對於我哋呢啲預算有限嘅學生哥或者啱啱出嚟做嘢嘅社會新鮮人，真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其實呢種無人熱食機在好多年之前喺日本或者台灣都已經發展得幾成熟，例如日本街頭周圍都有賣熱辣辣炸雞、薯條、魚燒嘅自動販賣機。不過香港因為以前餐飲業太過方便，行兩步就有一間，所以呢類機械人一直都未成氣候。但去到2026年嘅今日，隨着香港嘅消費模式轉變，加上大家對性價比嘅追求愈來愈高，這種智能無人餐飲看來真係迎來咗發展嘅黃金期。大埔呢部機只是一個開始，聽講嚟緊呢間公司仲計劃在全香港各大商場、屋苑，甚至係寫字樓大堂增設更多呢啲熱食機械人。試想象一下，如果有一日你 OT 工作到深夜2點，全個中環或者觀塘都黑晒燈嘅時候，你行落寫字樓大堂，就可以用八達通買到一碗熱辣辣嘅紅燒牛肉麵或者金湯花膠雞撈飯，食完個人暖晒，先至慢慢搭車返屋企。呢件事其實都幾幸福。總括而言，今日我呢次大埔實測，呢個35蚊嘅金湯花膠雞撈飯，我會俾一個幾高嘅分數。以5分為滿分的話，我會俾4.5分。扣除嘅0.5分，純粹係因為佢包裝，因為要高溫加熱，個塑膠膜撕開嘅時候要好小心，如果唔係好容易會被啲蒸汽辣到手。至於味道、份量以及佢所帶來嘅便利性，完全是對得住，甚至係遠遠超出了35蚊呢個身價。唔知大家睇完之後，又會唔會特登入大埔去試一試呢部全港首創嘅熱食機械人呢？定係你覺得呢啲預製菜始終唔啱你胃口，你寧願食返便利店嘅燒賣或者茶餐廳嘅熱辣辣炒粉麵？大家不妨喺心入面衡量一下。如果有一日呢部機開到去你屋企樓下，你會唔會都去多一盒，感受下呢個90秒即出嘅35蚊金湯花膠雞撈飯呢？